聖經列王記上1章29節，王起誓說：我指着救我生命脫離一切苦難永生的耶和華起誓。呢個王係指大衛，到佢年老嘅時候，呢個係佢對拔示巴所講嘅說話，佢向拔示巴要起誓，應許堅定立所羅門做王。佢係指着救佢性命脫離苦難嘅永生耶和華。大衛喺年老快要離開世界嘅時候，仍然嘅係咁樣嘅堅定相信依靠耶和華神，而且佢係向耶和華起誓。咁即係話呢，佢嘅話係誠實嘅、可信嘅、可靠嘅。是就是，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都能夠依靠神，過一個誠實無過嘅人，讓我哋嘅說話都係可信可靠嘅。真係能夠將耶穌基督彰顯，叫人能夠見到耶穌基督嘅拯救，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